賽就係3盤2勝。比賽15秒內踢得最多嗰個係贏㗎。我成功進入4強啦，繼續加油！29比42，呢邊呢？38比3，開始！最後我進入咗決賽，呢個藍帶好勁啊！第一回合係我領先1比0，第二回合俾對方勝出，之後就到第3回合，周嚟遠啦，周嚟遠啦！38比，比分係38比38啊，要加時啊！我哋將會進入第4回合，鬥快踢完10場。最後10腳我唔夠快啊！個對手真係好勁啊！所以我哋恭喜羅子順冠軍。